后来这个南部的所在拢来做大水，咱特别来报一件好新闻。高雄市有一个警察穿制服，直接就撩落积水内底，帮一个女骑士倒看机车。真的掉到水沟！画面中看到这个体格臃肿的警察，是高雄林恒分局的警员郑吉祥。因为当地上大雨，路面拢来积水，看袂出是大路，或者是水沟啊。女骑士意外跋落水沟啊底，这警察到场，规个人是撩落水，帮忙找到已经雨水淹掉的机车，出大力，把这个机车为水沟啊底救起来。随后扭这个封锁线，防止阁有人发生着意外。啊，这个员警帮忙救车的行为，嘛，互民众学到讲，实在是足甘心的。